对今仔开始呢，这会当进行猪仔拍卖、运送，还有抬猪仔。云林的肉品市场表示，讲今仔日猪仔数量有管控，拍卖2650只，平均贵是加1成。那这拍卖价销是1公斤96至101块。那台东县政府为着要加强防疫，规定26进前也是禁止外县市的猪送来到台东。经过15天禁宰含猪只的防疫，初7早起8点40，云林肉品市场正式开放拍卖猪只。第一只猪重132公斤，拍卖价是10公斤99.6块。99.6块每公斤，那看起来价格还是跟我们10月22号疫情爆发之前来相比较的话，也是相对的稳定。那也感谢猪农猪农朋友能够很秩序的出租。虽然讲全国是公布在解禁问题，但是为了加强防疫，台东县政府赶快维持在26进前禁止外县市甲猪仔运入台东县。那最主要的目的是避免外县市的猪有感染的病菌，然后进入我们的拍卖市场，然后交叉感染，影响到我们其他的一个猪农。虽然讲初7早起嘛是干那冷冻猪肉会当买，但到下晡，包括云林和台中的本所市啊，拢已经会当买到国产温体猪肉。业者预估消费者是比较早增加1成到2成。大约1成2成，因为今天都要生意场都要换一寡货。较紧的恢复正常拢要无饭好食呢。很有信心啊。对啊，而且我们还是习惯吃猪啦。农业部表示讲，到初7下晡1点半，全国各地20个所在的肉品拍卖市场，有16个开放拍卖猪只，毛猪拍卖价销伫10公斤96块到110块，各算平稳。大部分早市仔的肉摊对初8早起开始，就会当卖国产温体猪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